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相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相干是嫁猪嫁狗不如家己走。嘛有人讲找猪找狗不如家己走。伊的意思是，若要叫猪还是狗做代志，不如家己去行一逝较赢。猪甲狗伫遮是表示一个人真歹找教，无法度信任，嘛无啥物才调。若是要请即款人甲你斗相共，不如家己来做。若是你的头家甲你讲即句话，你着爱较注意的，因为这就是咧讲你能力无够，反应慢，素质歹。你着爱思考一下，是毋是家己倒位做了无好哦？以上，感谢收听。